力的成长书。贝安斯坦熊吵架了。作者史丹·贝安斯坦和珍·贝安斯坦。当两只小熊处得不好，大熊们会担心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通常在熊国的早晨里，太阳会升起，迎接新的一天。知更鸟也会在贝安斯坦熊家大树屋2楼的窗外鸣唱他学来的曲调。这时候，在大树屋里的熊哥哥和熊妹妹就会起床。熊哥哥和熊妹妹通常相处得很融洽，他们会礼遇对方，轮流使用浴室。他们在吃早餐时会说请和谢谢。在校车上，他们时常坐在一起。放学后，他们也会开心地一起合力完成他们的特别计划。小熊专属的后院树屋。但是，在某个天气阴阴的早晨，熊哥哥和熊妹妹处得一点也不好。或许是因为天气，也或许是因为知更鸟起得太晚了。无论是什么原因，熊哥哥和熊妹妹吵起来了。熊妹妹睁开双眼，伸了个懒腰。她接着坐起身，把脚挂在床沿，刚好在熊哥哥的脸部正前方。熊妹妹并不是故意这么无理的，这只是睡上下铺时容易发生的情况。可是那天早晨，熊哥哥的心情不是很好。妹妹，他大声叫：“把你的笨脚从我的面前拿开！”我的脚才不是笨脚，而且它们没有挡住你的脸。熊妹妹大声喊回去：“让你的笨脸从我的面前消失！”熊哥哥开始怒骂：“你住口！”熊妹妹生气地说。在熊哥哥还来不及回答之前，他就抢先一步进了浴室。他占用了浴室非常久，刷他的牙齿，洗脸，梳理他的毛发。你最好快从浴室出来！熊哥哥一边用力敲门，一边大叫：“熊哥哥！”熊爸爸从他的房间走出来，说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除了对你的妹妹大吼大叫，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。”但他真的占用浴室太久了。熊哥哥抱怨，而且他是故意的。正当熊哥哥再一次举起他的拳头，准备敲门，门打开了，熊妹妹梳洗得干净整齐，走了出来，并用一种极其愉悦的音调说：“早安，爸爸。”熊哥哥说：“那天早晨，熊哥哥和熊妹妹在餐桌上没有说请跟谢谢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跟对方说话。在校车上，
他们也没有坐到一起。熊妹妹坐在前排，熊哥哥则坐在非常后面的位置。当天下午，他们在后院树屋的中间画了一条线，把树屋一分为二，然后各据一方。坐在树屋上不说话，真是一点也不好玩。特别是天空又开始下雨了，非常大的雨。接着，他们继续很凶地把那些平常互相分享的玩具收回来自己玩。熊妹妹把她的塑形粘土拿回来，熊哥哥本来用它们做了恐龙。熊妹妹把粘土揉成一个大团，熊哥哥把他的卡车跟飞机拿回来，还把它们放在最高的层架上，让熊妹妹拿不到。他们气得完全忘了自己本来不跟对方说话，开始跟对方用前所未有的音量互相吼叫。结果熊爸爸生气了，开始对小熊们大吼大叫，叫小熊们不要再大吼大叫了。邻居们也搞不清楚哪个情形比较糟，是暴风雨呢，还是贝安斯坦熊家传来的争吵？熊妈妈觉得实在够了，她把2根指头放在嘴里吹口哨，超级大声的那种。熊爸爸和小熊太过惊讶，便停止了吼叫。我不知道你能这样吹口哨呢，妈妈。熊妹妹说：“没错，我可以，我也可以告诉你们。”熊妈妈严正地说：“我已经受够了你们这些愚蠢的争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怀疑你们根本就不记得自己究竟在吵什么了。”小熊们试着回想，还真的想不起来。熊妈妈把小熊们抱到她的大腿上坐着。每只熊都有可能在某些时候与其他熊发生争执，她说，甚至是非常相爱的家人之间也会如此。你和我就没有争执。熊爸爸说。哦，我们有。熊妈妈说，没有，我们没有。熊爸爸争论。我们现在就有一个。熊妈妈说，我们在争执，我们到底有没有争执？在熊爸爸陷入思考的同时，熊妈妈继续说，偶尔发生一点争执，其实是一起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会生气，甚至会骂对方，讲一些其实我们不真的那么觉得的话。但是过一阵子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就像暴风雨一样。熊妹妹问。雨差不多停了，太阳开始穿过云层，闪耀着光亮。是的，熊妈妈说，
就像暴风雨一样。大家看，熊爸爸说，阳光照耀在最后的雨滴上，形成了彩虹。彩虹是在风雨过后才会出现的美丽事物。熊妈妈看着小熊们说道：“你的意思是像大吵过后和好？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熊妈妈说：“熊哥哥和熊妹妹互相拥抱了一下，然后和好。总之，两兄妹再一次美好又融洽地相处在一起，一直到下次吵架的时候。